请进。你病了？没事儿，你进来吧。哪儿不舒服啊？哦，也没什么，就是昨天凉水激了一下，有点发烧。对了，你那个衣服在我那衣柜里呢，一会儿我给你拿。我给你换杯水吧。丽蓉刚给我倒的。你也是，不是我说你啊。像昨天晚上那种事，你根本没必要亲自出面，给我打个电话不就成了吗？谁让我的命这么苦？我知道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，是克敏在招惹你。我已经跟克敏谈话了，他也答应以后再不来惹你，你就可以安心的来复习你的功课。你也甭不爱听，等将来你真是考上清华了，那时候你就明白妈妈是什么意思了。平时别人看我都是在外面的风光，其实谁知道我的痛苦？你这么辛苦，应该找个好男人帮你。好男人，找个好男人谈何容易呀！大伟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想有一个家，想做个好女人，做个小女人，什么都不去管，什么都不去操心，安安静静的去过日子。想想那样该多好。大伟，我希望你能帮我。我一定会好好帮你，爱你，为你不顾一切，冲锋陷阵。我们家那口子计划性特别强，做什么事都要有计划。每周吃什么，每周买什么，都要有计划。周一吃红烧肉，周二吃豆腐，连我们夫妻生活都定在每周二，早一天晚一天都不成。还有这样的人？真的，他满脑子全是劳模思维，什么事该干，什么事不该干，跟电脑事先输入程序似的。
完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典型代表。你琢磨琢磨，我们这儿的生活有乐趣吗？那你没觉得你们该离婚了？田芳虽然有很多毛病，但还是个好人。我们家庭还是和睦的。我们还有一个儿子，儿子可是我骄傲。我儿子学习特别优秀，今后是考北大清华的料。哟，1点多了，我要回去了。我再不回去啊，我们家那口子非得跟我急。回去吧，走吧。田芳，田芳，哎，张子立，你怎么没上班呢？不是没安排你内推吗？咱们工厂啊上当了。一开始的时候啊，是安排了工作，可人家签的是劳务工作合同，人家那合同书啊，又这么厚，说不定哪天你违反了规定，说把你辞退就给你辞退了。怎么能这么干呢？那你们没找有关部门去反映反映？反映有什么用啊？再说，前段时间因为孩子的抚养权的事儿，我不是跟他打官司吗？肯定要迟到倒退，打也打不赢。那你怎么办呢？我都想好了，给谁干都不如给自己干。我准备成立一个家政服务公司，你有没有兴趣？我估计我的工作，劳动保障部门应该给安排吧。国安元旦也该有消息了。如果他们安排的你不满意，干脆咱们一起干，肯定比给别人打工强多了。你说呢？再说吧。我等你消息啊。哎，再说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服了吧？你那么大火，你看看你，哎呀，没搁油，你说是你真行，把锅烧漏，拿了，快躲开。看您长多了。瞧瞧，油也没搁。为省油啊，还是领导您掌舵。我问你，昨天晚上你上哪儿了？昨晚不是你把我赶出去的吗？我让你死你也死去啊？那说不定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你呀就会耍贫嘴，拿个牌来。啊！我跟你说，刘大为，你以后还这么晚回来，我真不让你进家。你不了解商人的习惯，他们工作起来没白天没黑天的，节假日都不休息。那你打个电话回来呀。是，以后我一定打电话给你回来啊。你一边去，把微信给我。刘总，您找我？董慧啊，你脑子进水了。新丰路口的广告牌，我不是跟你说换到高速公路收费站口吗？刘总，不是我不换，是这两边的费用一年相差了5万，超出了原有的预算。您一找我，我就知道是这事儿。您看看，如果拿下这高速公路的广告牌，一年必须要换掉市里的2块广告牌呀。换，照我说的办。为什么？哟，我董事，你先去吧。我刚才差点叫错了。叫错也没关系啊。我是这么考虑的，我发现一条信息，最近外来人口急剧上升，尤其是周边城市。昨天晚报刊登出来说，高速公路车流量比上个月增加了1倍。那么我们原来的广告方案中就忽略了外来群体购房。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讲清楚？教会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，都明白了，其他公司也这么干，竞争对手不就增加了吗？聪明，向您学习。夸我。
应该说是欣赏。你说这话我爱听，尽管有一点恭维的意思。晚上我请你吃西餐。哟，今天晚上不行，我们几个同学聚会，前几天定好的。扫兴。